Yeah，平日我最傾歌，平日在我眼裏飛過。喜歡你，喜歡我，其實試過很多，其實試過一個，憑你我沒有可愛情，想你來揮霍。Yeah， 一直等一種感覺，今天終於有你我，不得已那感覺。我不能從邊個抱起我，愛得使我發光。我不知不覺變大氣，我不必說太多。天花也知我，不必給我太多。不必把手給我，喜歡你，喜歡我，他說為我有。他說從此專心工作，但接到也聽我的客套。給我愛我，彷彿有滿天櫻花抱起我，解得使我發光，彷彿千百串煙花氣得我，不必太多。知道你的天家也出我，不必給我太多。認真千百種心花送給我，喜歡你，喜歡我，給我愛我，彷彿有櫻花抱起我，解得使我發光，彷彿千百串煙花慶祝我，不必給我太多。哇！好勁啊！哇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！哇，好勁啊！犀利啊！你哋知唔知？好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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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嘢！要企過啲啊，好熱啊，好熱啊！過嚟呢邊啲，係過嚟，過嚟，係。今日太大風啦！表演完都仲有人加碼，就係英皇慈善基金捐出10萬蚊嚟支持。好嘢，多謝多謝。就喺度咧提提咧，電視機前面嘅家庭觀眾，咁呢個項目咧，佢哋咁多位咧經過專人指導，千祈唔好試啊！係咁，我同阿 Joey 傾下偈先。喂，係咪知腳都起搏啊？咁鬼熱喎嗰度，哎呀，真係損咗辣到喎！少少喎，係咪？係啊，啲 boys 咧嗰啲腳毛都，你哋嗰啲俾大家睇下隻腳板。哎呀，哇，好嘢喎！仲頭先噴火添啊 Joey， 你玩住嗰個噴火嘅呼啦圈點樣感受啊？我覺得今日太大風啊，着咗幾個火咋，咁但係其實rehearsal 嘅時間會好啲咯，但係都 OK 嘅，係啊。OK。你哋咧啲男仔？其實我覺得大風咗少少，所以我火點唔着啊。佢成口都係嗰啲。冇問題，為咗慈善，我哋冇問題啊。好，呢度辣辣啦，咁啊唔知廠嗰度係點咧？好，交俾你哋。好，張達明，唔該晒啊！哇，呢個廠馬上有好消息啊！係啊，冇錯，第一張嘅大支票咧，即將會頒發啦，就係由咧龍本方有限公司捐出200萬嚟支持東華三院中醫藥服務，多謝晒。我哋有請龍本方董事暨東華三院總理陳文綺慧女士代表致送，並由何志平局長代表東華三院接受，並請劉金國主席嘅陪同嘅。多謝先，哇！咁啊咁大都知道證明我哋今晚嘅大資本咧滾滾而嚟啊！係啊，梗係啦！哇！但係唔係喎，我見到呢一路滾滾而嚟嘅，好似有個波波，喂，有埋個人添喎。
達明嚟嘅喎，達明都識踩波波，係啊棟篤笑嘅啫喎，而家棟篤波啊！梗係啦，棟篤波嚟緊啊！真係喺現場嘅屋企都要俾啲掌聲支持下達明唔啊！該。哇！厲害厲害！我見過你好啊，好嘢到，好嘢到。睇到你，睇到唔係好得㗎啦。咩唔得啊？我啊啲駕駛執照呢啲牌咧扣分扣到7、7、8、8咧，我就唔揸車，就揸個波過嚟。咁樣就去尖沙咀咪幾日？係啊，但係泊車唔使錢啊，派街。OK，咁你今日踩入嚟有咩目的先？梗係籌款啦，希望大家，因為我屋企仔細老婆亂做啲危險性動作咧，希望大家支持下，真係。關仔細老婆你咩事啊？話我咁講啦，嗱，如果有總理支持你嘅話咧，你就馬上表演啲花式嚟睇下先。得，有人總理有支持我，即係表演嗱得啦。咁啊，單腳咩啊？單腳幾時單腳？單腳。哎呀，喂，唔使咁快住，等啊總理出咗嚟先咧。咁啊，嗱，我哋又有總理又有副主席㗎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揾梁定耀副主席。誒，你好。你好。同埋咧，我哋咧就係陳文以為總理咧就一齊贊助你20萬啊！哇，咁我要努力啲表演啊！係咪啊？真係啊！換個波。嚇？梗係啦，呢個唔得，換乒乓波。乒乓波點踩啊？太難㗎喎！換個大波。大波啦，大波應該得嘅。大波入。嚇！再大啲嘅，再大啲。有請。我先。哇！好啦，大家一路睇住啊，大明呢個棟篤球善款，可以繼續打嚟1878333。地球嚟喎。地球咪地球咯。咁我點上？我要師傅幫我上去先得喎。師傅幫你手。唔係我點樣爬上去啫？你自己諗咯。跳上去啊嘛。扶住先啊！哇，有格式嘅喎。哇！犀利喎。疊羅漢。走佢啦，師傅，掟佢走就得㗎啦。誒，唔好理佢啦。企到都掌聲鼓勵啦！哇！出尖沙咀！阿掌門人，唔好企咁近啊！你一陣間攝咗喺個底㗎。簡單㗎，我要表演啲雜技喺上邊表演嘅。大家嘅觀眾就唔好學啦。我要玩雜技，唔係話。我喺上邊拋波好唔好？咁犀利！哎呀，個波跌唔緊要，我唔跌得㗎。拋咩波啊？拋10下好唔好？3個波，打波數啊，預備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，好，8，成日都係8啫嘛，10啦，係咁啊！好緊張咩你？跳繩，跳繩，真係得。嗱，就係跳10下嚇，預備5下啫，我最高記錄係5下。預備開始。試下先啊！1、2、3、4、好啦，咁啊睇下我哋咧，我哋副主席同埋我哋咧總理咧係咪支持你咧？喂，大明犀利啊！你一路表演已經即刻咧有善長咧，就係東芝電子亞洲有限公司捐出10萬蚊，仲有就係黃乾亨基金捐出10萬蚊去支持你啊！我哋梁副主席同埋陳總理，我哋支持佢好唔好啊？多謝晒！我哋再次俾啲掌聲俾阿達明。跟住阿姐嗰邊又有善舉啊，即將發生喎！多謝晒！好啦，馬上交俾前鋒阿姐。真係好開心啊！嗱，做歡樂滿東華嘅主持咧，零舍開心，因為見到個個都好落力嘅為佢哋節目而籌款㗎嚇。係啊，嗱，即係我知道每一年咧，名泉之友會咧又係好支持東華三院嘅，都會送上一啲銀紙牌啊，咁今年都唔例外啦，即係你介紹下啦。係啊，咁啊呢班影迷認真抵錫啊嚇！咁今年佢哋設計咗呢個叫做一帆風順，一個擺設嚟嘅。咁咧就係用3種唔同嘅銀紙，包括100蚊啊、50蚊啊同埋20蚊啊。係啦，幾種嘅銀碼嚟到做嘅，咁底價咧就係6800蚊，用咗6800蚊。用咗6800蚊。阿姐，不如你開個價咧，等啲善長人翁嚟競投下啦。我諗係底價就15000蚊啦，梗係希望價高者得。係啦，冇錯。大家記住咯喎，阿姐講咗個底價出嚟啦，有興趣競投嘅即刻打電話嚟1878333支持我哋。好多謝。東華三院每年咧都幫助好多弱勢社群，好似係喺學校啦、康復嘅服務啦、老人服務咁樣，佢哋經費係需要好多，希望大家今晚係多多打電話嚟咧，係幫助佢哋。電話係1878333。香港人做善事咧，一向都係不遺餘力嘅。你咧
你打咗電話嚟認捐未啊？東華嘅電話係1878333，我等埋你一齊做善事啊！ Benji 啊，每年做東華咧，我最中意就係呢一個環節㗎啦。咦，你偶像嚟咗啊？邊位啊？每一個善長仁翁都係我嘅偶像，即刻要進行呢個頒贈支票儀式。係咁啊，講到頒支票咧，首先咧就要多謝咧許生祥伉儷咧，就係捐出300萬支持東華三院嘅各項服務嘅，俾啲掌聲佢哋啊！咁啊，有請咧許伉儷致送呢一張大支票啦，並且由東華三院嘅劉金國主席代表接受㗎，有請咁多位。多謝晒，多謝晒！哇，300萬，多謝晒！多謝晒！多謝，係好開心啊！繼續多啲善款就最好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你要介紹呢個項目咧都好勁㗎，一男一女嘅表演嘉賓咧可以用熱辣辣嚟形容。咁嘉欣咧黃秋生啦，咁佢咧就係言論出位啦，可以話咧成日都揦著好多火頭。女嘅仲犀利，李龍兒呢排咧衣着又性感又火辣添啊！今日都係一樣咁性感咁火辣嘅，兩個辣人走埋一齊咧，會唔會辣着咗咧？當然啦，咁啊辣着咗兩位總理啦，包括咧就有陳仲尼總理同埋何國傑總理咧，合共捐出20萬支持佢哋嘅。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兩位，勁抽辣舞，可人兒有請黃秋生同埋 Tiffany。